Hello，大家好，出春路。農曆新年過後，訪澳嘅旅客量逐步回落，中小企嘅生意回歸淡靜啦。呢個都係正常啦。新春過後3、4月份屬於澳門嘅旅遊淡季。今日坊間突然間有意見，就話期望當局再推消費優惠活動啦，即係類似全城消費大獎賞嗰啲活動。同時考慮延長消費券核銷嘅時間。有商會就期望當局再推促消費活動，支持中小企。指過去幾輪消費優惠活動主要惠及零售業、餐飲業晚市仍然較冷清。建議若果當局繼續推呢啲活動嘅時候咧，改一改佢，改喺週六日領抽獎券，平日核銷，即係同以前個做法倒翻轉。希望推動市民週六日消費之外帶動平日嘅客群，亦鼓勵夜間消費。並且建議可以考慮擴闊長者、殘疾人士呢啲群體佢哋核銷抽獎券嘅時間限制，允許佢哋每日都可以使用優惠。至於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丁紀就話從宏觀嘅角度同經濟效益嚟睇，消費獎賞活動能夠有效刺激民間消費，帶動市場活力。佢舉例上一期全運聚力社區消費大獎賞拉動大約16.4億嘅消費額，即係1蚊消費補貼帶動消費者花至少2蚊，令市場更活躍。但過去活動形式，居民係週1至週5消費，抽取消費券，留待週六日時核銷使用。消費亦集中喺超市、藥房、餐飲等企業，而且居民週末北上消費增多，一定程度上分散本地嘅消費力。如果推消費獎賞，又改一改個核銷時間，既能夠鼓勵居民週六日留澳消費，亦能夠延長居民用券嘅時間，提升消費嘅便利性，更能夠打破消費集中嘅現狀，俾居民有機會將消費拓展至更多行業。進一步釋放澳門消費市場嘅多元潛力。按過往嘅經驗斷估冇痛苦嘅，有啲團體或者學者突然間走出嚟話期望政府做乜做乜，好可能政府真係諗住再搞消費獎賞都唔出奇。至於提議同之前倒翻轉，星期六日消費攞抽獎券，平日消費核銷。提議都幾大膽，同夠晒有創意，不過可能要冒啲險啦。既然話啲人星期六日上晒大陸消費，唔喺澳門，咁點有人喺澳門消費攞抽獎券呢？估計未必有好多市民為咗嗰2張抽獎券留澳消費。點解話冒險呢？即係如果你星期六日抽獎券，如果少人抽嘅話，即係少抽獎券。咁變相星期1至5核銷嘅金額會大幅下降，唔出奇。主要話之前嘅消費獎賞只係集中惠及超市、藥房餐飲，例如茶餐廳呢啲企業。呢個當然係肯定㗎啦。點解呢？因為啲抽獎券都係100幾十，唔去茶餐廳、超市消費，莫非去呢個名店度買包包？主要話進一步拓闊活動受惠嘅行業，咁就可能要大幅提高抽獎券嘅金額啦。而家100幾十，咁你咪加到啲抽獎券嘅金額係幾百蚊上千蚊咯。之前出迪士油，而家出隻雞，咁睇政府制唔制？如果政府真係制嘅，啲抽獎券嘅金額提高到幾百蚊上千蚊，但又要面對另一個問題，就係而家嘅經濟環境，居民嘅收入唔多，你俾張500蚊、1000蚊抽獎券佢，要佢使多1000零2000蚊。去買啲貴價嘢，啲居民又捨唔捨得制唔制呢？如果派咗啲抽獎券出嚟冇人核銷，變咗亦冇乜作用㗎噃。因為之前聽啲網民話抽到張200蚊嗰啲券都牙痛咁嘅聲話唔知點用，就可見一斑啦。不過唔緊要啦，大家集思廣益，提多啲意見出嚟都係好事嚟嘅。如果按隻面分析，應該再派消費獎賞嘅機會都係高嘅。不過個玩法好大機會同以前一樣，但計我話齋啦，如果想刺激消費勁抽啲嘅，直接派消費卡、消費券最好啦，刺激嘅力度大啲，又可以惠及各行各業。好，呢一集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